国敦促联合国成员国不要参加下周由德国、美国和英国计划的有关镇压维吾尔人和东突厥散其他民族的活动。据路透社在周五的一篇独家报道，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周四的报告中写道，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事件，我们要求你的使团不要参加这次反华活动。中国指责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其中包括欧洲其他几个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利用人权问题作为政治手段来干涉诸如新疆的中国内政，制造分裂和动荡，破坏中国的发展。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大使将于周三在虚拟的联合国活动上致辞。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罗斯和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埃格尼斯·卡拉马德也将出席。这次活动的目的是请联合国系统、成员国和民间社会讨论如何支持和倡导东突厥散突厥裔社区成员的人权。据悉，原定于5月5日在比利时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关于中国在东突厥散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的证人听证会，由于尚未确定其来源的网络攻击而被推迟。长期筹备这次会议的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和比利时维吾尔人协会邀请了在东突厥散纳粹集中营中任教的证人之一凯利比诺尔塞迪克女士。她被带进再教育营，负责给里面的人上汉语课。后来她也逃离中国。据报道，在会议开始半个小时前因受到网络袭击而被取消。比利时维吾尔协会在声明中写道，会议取消之后，比利时各政党领导人表示遗憾。听证会将在下周举行。此外，凯利比诺尔女士在比利时国会接受了法国 AKHT 电视台的采访，解释了自身经历和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5月8日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频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欧盟与印度同意重启谈判，达成一项全面互利的贸易协定，以应对当前挑战。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透露，欧盟和印度启动3个协议的谈判，分别是贸易协议、投资和地理标志协议。与欧盟的会谈正值印度的困难时期，印度目前正在经历中共病毒疫情的高峰阶段。印度与欧盟将寻求建立一个合作框架，以应对大流行病，并确保获得病毒疫苗、诊断和治疗。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称，星期天一枚中国大型火箭的碎片降落在印度洋上，火箭落到地球上不受控制的冲击，使专家们担心它所降落的地区可能受到的破坏。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消息说，被称为长征5B 的火箭在北京时间上午10点24重新进入大气层，地点是印度洋上空马尔代夫群岛附近海域。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这枚重达22吨的火箭在太空低轨道上飘荡了几天后进入大气层。该火箭于4月29日在中国南方海南省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的是为未来的中国空间站提供一个居住区的轨道。但是在完成任务之后，火箭的身体在返回轨道之前不受控制地围绕地球旋转。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所高中学校门口5月8日发生多起汽车炸弹爆炸，目前至少已致55人死亡，15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喀布尔西部，是叶什派穆斯林居住区，经常遭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9日发表声明说，8日发生在喀布尔一所学校附近的爆炸袭击已造成超过50人死亡，另有逾100人受伤。他说，喀布尔市第13景区一所学校附近8日发生3起爆炸，先是一枚汽车炸弹被引爆，接着是埋设在学校附近的2枚简易爆炸装置被引爆。他表示，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塔利班发言人否认作案，并针对事件进行谴责。